启明新声，大家来听。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再次收看《启明新声》节目。今年年底的选举呢，一个偌久哦，就要来投票。那么今麦已经完成候选人的号次抽签。今仔日呢，咱要为大家哦，邀请介绍的这位呢，是表现非常的好，所以呢，被评选为议会优质的议员，优质议员哦，非常无简单。已经连任3届的市员，这届要来挑战第4届连任。咱今麦就来欢迎台南市议员陈怡贞，怡贞欢迎您。咱的主持人碧纯姐以及咱所有启明新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区中西区的市员陈怡贞真欢喜今有这个机会跟咱的碧纯姐做伙来开讲。对，来开讲其实讲到怡贞啦怡贞呢，伊自大学毕业的时阵我因为采访的关系，都有采访过怡贞啊，所以从她在那个劳工局那边担任这个公职工作啦那边做工作服务以外呢，哇，她后来选上议员，然后议员的时候，像我们当记者都会去采访，所以其实我个人个人来讲，为怡贞呢，哇，一直开始。社会新鲜人，一直到为这议员我是一路见证他的成长，然后会发现说，哇，这个查某囡仔呢，很单纯，很可爱，然后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训练呢，他还是保有他的纯真的心，然后服务很热忱，问政又很专业，所以其实为什么他会被评鉴为优质议员，绝对是有原因的，就是真正文情有够专业的。所以今仔日呢，咱要透过节目的访问呢，好好传咱观众朋友来熟悉这陈怡贞这个女孩子，然后呢，她到底她的身世背景啊，然后她怎么样一路走来求学过程，还有她当议员跟议员在里当来。哇，他的成长跟他做的服务的心声，咱给他的一来供给观众朋友了解。好，所以一起开始咱就先从你的这个身家背景开始好了。我们知道你很会读书台南女中然后呢，辅仁大学法律系，高雄大学又读这个政治法律研究所哇，这不简单。所以其实你的求学过程都很顺利嘛？求学过程其实算顺利啦那我想细汉的时阵小学的时候，其实我从小其实爸爸就是议员那其实我念的国小其实就是爸爸在担任议员的时候为地方争取的学校，所以我小时候就念大港国小那念大港国小的时候，然后就学校就开始练这个打网球校队啦所以体力很好啊，体力很好以外今麦常常我伫外口咧扫街的时阵大家看到我第一个就是看看我。你那谁在管啊？就觉得我长得特别高所以运动让你长得很高。那我觉得是因为运动啦，因为姐姐是婷飞嘛，那你可以知道怡贞跟婷飞，其实大家看过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我们身高其实差了10公分那其实婷飞在女孩子里面其实也算蛮高，她165公分但因为我是非常高，所以我是100身材没有，所以我175公分。我觉得这肯定因为是小时候有练球运动有打这个网球所以训练之后的，那后来就念了也是我们在地的这个文贤国中，那我们的老师真的很用心的带我们所以也很顺利的让我们可以考上台南女中。那其实考上不简单，这台南女中那么难考。没有我们老师真的很用心那老师在一两年前也不幸发生那个车祸离开了那我们其实都很怀念我们那个王淑芬老师。那老师在我们念书的时候真的很用心每天其实我们都有，当时觉得老师很严格但是长大之后知道老师很用心，因为他把他全部的心力都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也让我们那一届我们的同学我们在文贤国中，可是我们那一届可能一个班级里面一半以上都可以考上这个一中男女那个是写下一个记录所以我觉得老师很用心，所以很顺利的考上了台南女中。那后来其实小时候我们都会看一些香港的那个戏剧然后就是都会看一下那个那时候很爱追那时候也会追剧，追那个港剧什么1号黄铁，我不知道碧纯姐有没有看，就是然后就对法律也其实蛮有兴趣的所以就去选择念了法律系。然后其实爸爸也觉得说其实在工作当中他觉得念法律其实也可以帮助到很多人，所以爸爸也觉得建议我也念法律系，所以我就后来我就
去念了法律系，对。那念了法律系之后，后来毕业之后就开始工作了嘛，就是碧纯姐陪我一起成长的开始，我就在劳工局工作，然后在想说，到底是要往公职发展？我们念法律系的有时候就是考司法官、律师，那或者是去当公职哈，所以我就先到了公职的领域去体验一下哈，但是后来就刚好遇到了姐姐那一年要拼那个挑战非常困难的这个立委选举哦，那很需要人手，那当然就家人一定是最好的帮手哈，所以就说好吧，你就市政府的工作先告一个段落，先回来帮忙。那我其实那时候在市政府是做在劳工局做这个就业服务台，那就是协助劳工朋友一些就业啊，或者是帮这个雇主找人才的这个工作。其实我觉得也是很有意义啦哈，但是也努力。其实我想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有时候帮助一些失业的朋友可以媒合到一份工作，其实也觉得非常有成就感哦。可是后来因为姐姐需要人帮忙啦，所以我就回来帮忙了。那在那个不可能的任务之中，我想碧纯姐都知道，其实后来就顺利的当选了。对，然后当选了之后就开始了，我还是继续当她的助理嘛，然后但是刚好因为姐姐本来就是我这个选区的一席民进党的议员，女性议员啦，那其实当时是合并前哦，所以比较多席次，那其实有这个女性的妇女保障名额啦，那所以当时的民养的主委其实他就在跟姐姐说，我们这一区你去当立委之后，这一区其实就缺乏女性。那希望说，可以找一些条件好的女性来参与来从政。那后来主委他就觉得说，其实你妹妹很适合啊，她在你对，他觉得妹妹很适合，他就刚好都在协助你做这些政治工作，然后他也是念法律的，那其实很适合来做这个。那就在他们的鼓励之下，然后我就来投身这个尝试来投身选举。对，那投身之后就遇到了县市合并。对，所以就本来已经准备要选了，后来就延后了1年哦。那一年大概已经准备了1整年哦，所以合并之后，当然还是就继续努力。那当然就开始经历了因为原先其实是登记的人跟要提名的是一样的啦。那后来因为整个变成合并之后，然后席次减少之后，那重新登记之后就其实变成要初选了，所以当时也是在初选的这个也算是惊涛骇浪之中顺利通过初选啦。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初选其实是都是非常坚强的因为当时我们北区现任的议员其实是像我们现在很知名的这个陈忠燕的内政部次长，他当时就是我们这个选区的议员那当时还有来一起参加初选的，也是我们现在议会的同事唐碧的议员。那当时要提名2席，那我们3席去初选之后，就变成2个女生出现了，可能大家都一直在注意女性的这个攻防所以男性就是反而就变成我们两个就提名2个女性，所以就经过这个初选，然后后来当然还好大选也顺利当选了，然后就一路到现在这样。对，其实讲到这个怡珍你的参政啊，我这样听来就是说，其实好像人家要你出来选，你就出来选了。那你是真的想选，还是说有考虑到说，因为你爸爸就是陈家昭议员，那之前表现很好，然后后来就是姐姐替他去选，然后他当立委之后，当然要你来选啊。那你是因为有这个家族的这个使命感吗？还是你本身就对这很有兴趣？其实从小在这个环境，其实就是耳濡目染就是政治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大概从我出生的那一年，我爸爸就开始在选举了，但他一开始也是没有选上，大概我5岁的时候他才开始当选，那当选了2届，然后在我国中的时候，爸爸又落选了，然后其实都可以感受到政治的变化，然后选举就是有可能会当选，有可能会落选，那其实它有很多不确定跟不稳定性，但是相对的，它其实是可以帮助到很多人比如说，其实每天当然会有很多人给你一些
质疑，但是更多人其实是给你很温暖的力量，而且就是说，当你去协助民众解决他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那个真的是很有成就感也觉得说，真的有觉得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以我觉得刚好在这样的环境，那也从小有这样耳濡目染，然后刚好有这样的机会，那我们就好好的去把握。那当然，在这个把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会觉得，刚当选的时候，或许大家会觉得说，那你到底是你自己可以做什么，还是说只是因为你是谁的妹妹，所以就可以当议员所以我们其实也是要很努力的去证明自己，说，我是有能力做好这个工作，而不只是因为我是谁的妹妹就是。就算把姐姐拿掉，我还是有能力做好这个工作。其实要证明，还是要证明这件事情，因为还是很多人会觉得说，你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有姐姐或什么那当然一开始我想第一届的时候就是要很努力的去证明自己其实有能力做好这个工作。那当然这一路走下来，那当然大家渐渐也会觉得说，这个。我也很认真，也很努力。那当然像，最近议会开始有评鉴，我也连续4度都是优质的议员。那我想也让大家看见我的努力跟用心，也继续坚持。对，以前人家会说那个陈怡贞是立委陈亭妃的妹妹，现在会说那个陈亭妃是陈怡贞的姐姐，是不大会啦，姐姐还是光环很大啦。但是我想，因为有姐姐在中央，我在地方，那当我们在服务上真的是连线服务，其实是可以很快的让事情解决跟到位。我觉得这是绝对是，这绝对是在对选民的服务上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中央的事情，我就马上给姐姐处理；那有地方的事情就我处理。那有些问题其实是中央跟地方都需要处理的，那我们就可以结合起来，然后可以让事情很快被解决。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赶快协助民众或协助地方的一件很好的事情。对，所以姐妹俩，一个议员，一个立委在处理事情上真的可以很帮到我们的一些民众那其实讲起来怡贞嘛无闹亏伊第一届选举的选第一关票啦，15000多票，然后比第二高票多了4000多票，然后第二次选票更高了，那时候是在北区嘛，那时候只有一个北区嘛，第二次选的时候是22012票，我还去调出来，结果比第二高票赢了1万多票，好厉害从4000多赢4000多票到1万多票，而且大家想想看那个真的很难要赢这些票真的很难。那后来就是因为选区合并嘛，把北区跟中西区合并在一起，所以的公立关不起跟北区，然后还要再去经营中西区。可是呢，怡贞也是拿下了第3高票，也是算很棒。但是可能就是说，在中西区方面，很多人会觉得说你现在是经营北区，但是我们知道说怡贞你好像就是之前。是在中西区出生的，而且其实对中西区也是很熟，对不对？对，其实第一次跟第二次其实都是大家觉得说超高票的当选啦，那当然来到第3届的时候，大家很多人就会因为选区又合并，那但人选又相对很多，那其实很多人就觉得说我最常出去就是说。你都没问题，你搁出来要冲啥？很多人就说你都问你没问题啦，你登记，就说你登记啦，你登记你没出来，你问那所以很多人可能觉得你没问题，然后就会分票啊。那当然愿意给大家有机会，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事情，因为让大家都有机会来服务是个好的事情。但就是上次分到第3名，那我们会担心说，如果再分下去，会不会怡贞就不见了？也有那种分完就是落选的，对，就怡贞就所以大家不能这样。对，就是说，还是要给认真努力的人一个鼓励跟支持，才会一定要有选票的支持，我们才有机会继续连任。然后，那其实跟中西区的渊源当然也很深那因为我是在中山路出生的因为妈妈那时候在那个地方的妇产科把我生出来所以我们的这个誊本上其实就会登记你说你是在中西区的中山路出生的那当然我从小就是住在好事多附近那个时候在大港寮，从小就住在大港寮这个地方。可是我妈妈呢，她以前就是在撒卡利巴，跟我爸爸呢，他们就是在做女装。女装所以小时候我们就是在撒卡利巴就每天就在那边晃来晃去啊，妈妈就把我们丢在那边而且那时候我可能才3、4岁吧，妈妈就会给你可能一些很嘎嘎，妈妈10块，然后就给你钱，然后就让你去买冰淇淋啊，去买那个小吃啊，去买咸酥鸡来吃那所以那时候就是就在撒卡利巴成长就是在那个地方我的记忆当中就是很多好吃
很多小吃的一个地方哦。那就在那个地方成长，然后还印象很深刻，就是妈妈当时就是带着我去那一间，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西门路中正路口的麦当劳，其实是台南第一间的麦当劳，是第一间。对啊，所以那时候就妈妈就带我去买麦当劳啊，就是都是那种小时候的一个记忆哦。那但是小时候成长的过程，其实就那边走来走去啦。那当然后来到了现在，其实也去协助这个沙嘎利巴这个地方去处理淹水的问题哦，因为其实在中正海岸路交叉口这个地方，其实大雨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看到。其实怡珍大概每一次很多次，其实都提出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大雨的时候就是会有这个淹水的状况。那当然我们也争取了，不管是在路口啦，这个抽水机、沉水式抽水站、抽水机的这个设置啦，或者是说，透过这个屋顶的改善的工程，目前也还在施作当中。我都希望说能够去解决。但是当然，治水的问题有时候是需要时间哦，所以一步一步做，然后找出原因。那当然也可以一次到位最好。有时候其实做了之后还是在淹水，我们就继续努力，再去找出其他的方式哦。那回到这个跟中西区的这个渊源哦，那当然后来我们在国中还是在北区，但是到了高中，因为就是念了台南女中嘛，所以就在台南女中求学。那这3年其实也对自己的成长期也是很重要啦。那我每天其实印象很深刻，我又骑脚踏车，每天都骑脚踏车去上学。那我就想说，我从我家骑到台南女中，我每天都抓紧时间，就是骑17分钟可以到，还算得那么准，17分钟，就骑17分钟可以到学校。然后还要准备几分钟，就是买早餐，就是而且很喜欢帮同学买早餐，然后大家一起分享这样子。从以前就有那个服务的精神，对，从以前就很爱吃啦，就觉得很有趣哦。所以我们刚好抽了号码嘛，那刚好早上我就看到有一个候选人台北吴峥，他就说他最想要抽到3号，他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因为他很喜欢吃，那他就要用这个梗叫3珍海味。然后我就给他留言，那这个梗可以借我用吗？因为我也是有你是真的。结果稍晚一点点，我就真的抽到3号，我就抽到了。对，所以请支持那个3珍海味，3号陈怡臻。所以你还有预感跟他问呢，对，就觉得很有趣啦。但是就是因为也很喜欢美食啦、小吃啦，很喜欢吃东西，所以我想这个中西区就是一个充满那个小吃跟古迹的好地方哦。所以在台南中求学，其实也就其实对整个一定就是从北区要一路穿过，然后到了中西区哦。所以其实北区跟中西区，其实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就是都是充满很多的记忆哦。那当然刚好选区合并之后，也希望说有这个能力让这个选区可以变得更好哦。而且其实有一个例子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像在新美街就是 V-Gay 就早期在清朝那边很多都是卖米铺，所以它就被叫做是 V-Gay， 然后后来我们就把它叫成是新美街。那其实刚好我中西区原来是姐姐立委的选区，更在上次之前，其实姐姐是安南区、北区、中西区，所以就有机会跟着她陪她去扫街，然后陪她去扫街的时候，就刚好在新美街这个地方，然后就遇到了，就看到一个很可爱的水果店，然后果汁，然后就取了一些很可爱的名字，我记得什么蓝色眼睛什么，然后我们就一群工作人员就坐在那边开始，然后我说来，我们赶快来喝果汁，然后我们在喝果汁，然后就刚好认识了老板娘，然后认识他的先生，然后他们其实他们就是当地的商家，然后很努力的在推动这个地方的振兴跟发展，对，然后就是让他就是有一句话说吃米不知道米街。假币不知道米给里的就这样可能不知道，所以他们就一直在推动这个地方的再造啊，地方的让大家可以更了解这个地方哦。所以当时我虽然不是那个选区的议员，那但是他们就跟我聊到说，那他们现在在做这个米街的这个历史街区，结果像他们这一段是过去其实是属于是米街的，是古清朝的时候其实是属于米街的地方，反而被纳入，然后他在跟我反映，然后我就说那这样不行。我说那虽然不是我们选区，其实大台南的议题我们都可以来关注。对，所以后来就透过
透过我在议会的质询那其实漫长的大概来到了，可能大概在去年的时候，整个这个计划才这个新美街的历史街区改造工程，后来把这一段也都有纳入那在应该是在去年其实也就来完成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想说，我这个可能跟选票有绝对相关，有时候是觉得说，我们应该做的事情那刚好现在中西区也变成我们的选区所以我们就持续的关注也希望说让我们的居民啦都可以有更好的发展跟生活。对，所以虽然宜臻他是选北区、中西区但是他也不会说就其他区他都忽略他的问政为什么会4度蝉联优质议员，绝对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在各方面，包括整个台南市，他都非常的关注。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年来最近的这一次好了，我们用最近这一次宜臻在台南市议会的市政总咨询里面的表现我们先来看这段新闻影片。议员陈怡婷表示，台南60个会以上占整体人口比例是17.39%，显示高龄化比例落到第3，而且全国平均会数是80.86，不过台南市却是80.55，比全国较低。议员烦恼咱高龄化，而且会数逐冬下降，到底是牵涉医疗、环境，也是什么原因？6都里面台南只有赢高雄我们是80.55岁那其实全国是80.86，我们的这个平均余命其实是低于全国平均我想这几年都是这样那其实我看到更稍早以前的资料，像104年，其实我们的平均余命是有高于这个全国平均但这几年一直下降的情况之下，到底原因出在哪里而且我们是老龄化的人口其实是一直在攀升到底原因出在哪里？一路攀升到80.5，到现在都没有下降的趋势我想这个就是因为疫情的稳定，还有本市床位充分的利用。那我想这几年我们在加强老人家的六癌筛检，还有 B 细肝的筛检，再加上我们65岁以上咀嚼吞咽困难障碍的评估，还有我们加强紧急医疗系统，包含外伤、心肌梗塞、中风这些。我想这是我们台南市能够平均一路往上走。我想一开始这就低于嘛，那我们现在一直在往上走，我想很快就会黄金交叉了。虽然市府跨局处做真侪努力，让平均会数一步一步提升，不过针对2022年健康城市的调查，咱台南整体指标是6都排尾仔第2，以往嘛进一步督促都是努力目标。健康城市大调查，我们有许多指标是需要再精进的，但唯独就是发这个所谓的发钱的这个部分就值得我们在思考。我们可以发更多钱，可是又要做更多的这个健康的指标的事情，这里感觉怪怪的。所以说我们会如同议员你所说，在这2个中间做一个权衡。如何让长辈吃饱哩？议员嘛针对社区长期照顾据点的设立，包括大河、中楼、信安还是青草等里社区，不管是已经动土还是核定，也需要增加预算，拢要求市府加速时停。台南新闻阮子林跟采访报道。所以呢，拄则大家看到这个议题以外其实宜臻呢，伊登记伫咧议会12冬来因为阮拢有去走记者会，发现讲宜臻伊逐项物件拢功课做了有够详细就一些数据什么，他都会收集得很准，然后去了解说到底问题在哪里。那除了地方的建设以外呢，整个台南市的各方面他都非常的关注所以刚才那只是其中的一段影片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宜臻谈，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难的，就是其实很多人很想要争取一些活动中心，然后长照方面呢，也有人是卡关的。那卡关这个问题其实呢，很多人都说没法都解决啦，但是呢，遇到了陈宜臻跟陈亭妃这对姐妹呢，代志就解决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来看 VCR。立委陈亭妃表示，伊家己甲陈宜臻议员推动北区地方创新计划，为无到有，自一开始协调铁路局土地，交由国有财产署管理。卫福部也联同补助3楼甲5楼大塑型长照计划，由社会局依据台南市长照政策调整送审计划。想袂到这几个月，因为土地问题，公文来去，公务人员各自为政，浪费真侪时间。为了缩短行政程序，立委陈亭妃邀集相关单位讨论，毋望卖国卡关，
会当早日启动这项计划。今仔日会约咱国发会啊，佮甲咱的卫福部落来到咱地方啊，甲着咱的国产署以及咱地方政府吼去讨论咱这个创生整合型计划吼，这是长照，这等于是我们长照2.0在台南非常大的一个案子，而且是创生型的，是上位，所以在第一时间是从无到有，那个时候真的是有很多的困难点，从土地要找寻土地，然后由台铁把土地释放出来，交由给国有财产署，就是要去做这个创生长照整合型计划。然后呢，再核定计划、核定预算。那因为是由国发会做一个上位，所以等于是有土地之后有经费才能够去做执行。但没有想到说，在这一段时间经历了好几个月，居然还是在卡在程序上的问题，然后公文来公文去，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遗憾。所以今天我才会这个立即邀请这个国发会跟卫福部跟我们地方政府还有国产署，大家看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然后赶快让我们的创生型计划，尤其我们这个是结合成大医院的这个老人医院，那成大医院的老人医院已经在动工了，那我们在当时候其实是市区里面唯一一个创生型的计划，这是很难得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个动土的动作，所以我想我们会加紧脚步，然后希望大家这个公务人员不要再各自为政了。除此以外，针对长照创新整合性服务据点钟楼里、信安社区活动中心长照据点、华德社区长者日照活动中心计划，因为物价波动，还不了起价。因新厝多侪建造成本，陈廷辉甲陈义正同款趁着这次会议，向卫福部争取补偿经费。因为物价上涨的关系，所以包括这个圣安社区活动中心还有这个长照创新整合型服务据点，都遇到了这个经费其实会有严重不足的问题那也刚好透过今天会议跟国发会跟这个卫福部来做一个反应那他们也立即回应说，希望他们可以修正相关的计划，也会把这个经费来补充来减轻地方政府的这个压力也加速让整个计划可以完成。未来北区不仅有长照创新整合服务据点，阿嬷你看市集、信安社区长照服务中心据点、大河社区长照服务中心据点、正佳里活动中心，还有华德社区长者日照活动中心，未来北区将会是上完整的长照示范区域。立委陈廷辉甲议员陈义正希望这个计划会当加速执行。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所以这些在推动的时候遇到卡关我想大概只有你们姐妹俩有办法让他这样子速战速决，对不对？来谈一下这个。好，因为其实这个刚才这个新闻上看到这个长照创新整合型服务据点，它其实是位在北区的这个钟楼里那因为整个计划的过程其实是很多的困难那其实一开始的发想是非常简单，就是我们的钟楼里的杨正恒里长他就说，过去这个里，因为他的里面其实要找到这样的土地其实不容易了那他也希望说，这个土地可以做一个好的规划跟利用，然后来带动整个地方的发展，然后来照顾地方的长者对。那所以他有这样的发想，问题是当时那个土地还是铁路局的土地所以他来跟这个怡珍说，所以怡珍就跟姐姐婷飞来反映那我就说，那到底怎么样能够让这样的计划有机会可以来成型那而且土地是铁路局的，还不是市政府的，对还不是国有财产局的，它其实是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姐姐婷飞当然在中央很给力啦那他就去努力，就找到说，其实这可以来走一个地方创生的计划那因为附近刚好有成大的老人医院，然后刚好这个地区这附近的区其实也是在老龄化人口比较严重的地方，所以来做一个长照的一个廊带那刚好就来争取这个国发会地方创生的计划。那地方创生过去其实比较多都是在偏乡但是我们这个婷飞呢，他就说，其实在市区里面，在这个比较老旧的社区里面，长者的照顾，然后怎么去做一个地方创生，它其实也是非常重要，所以就把这个计划
争取，然后而且前端还克服了那个土地真的是不可能的任务，从铁路局的土地，然后他愿意让出来，然后回到国产局，然后来又可以让台南市政府来做一个规划这个长照据点，那个讲起来几个字而已，但是其实这过程真的很不容易哦。那当然也是透过不断的沟通协调，那所以好不容易我们看到这个经费核定啦，就是这个经费核定的4000多万哦。那所以核定之后，其实怡珍就在议会其实不断的去确认这个进度哦。那一直问，然后都发现说怎么好像都有点窒碍难行，然后每一次问好像都没有什么具体的进度，那地方也很担心，说到底目前说是核定啦，那为什么看起来没有一个具体的进度？那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动工，什么时候可以盖，好像都不知道。那所以一直在议会来询问哦。那当然后来就觉得说这样不行，所以我就回去跟廷飞讨论哈，就说那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看起来中央跟地方的沟通上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跟不畅通，那这个可能需要委员这边来协调，来召开协调会，然后透过国发会啦，或是卫福部啦、台南市政府啦等等的单位，大家一起坐下来，还有北区区公所坐下来面对面的沟通，问题出在哪里，怎么去解决哦？那就真的透过我们那一次的协调会，就赶快的就找出了原因在哪里哈，然后也要求相关的单位加速去执行哦。那现在也有一定的进度哦。那这个是关于这个钟楼里的长照创新整合型服务据点哦。那其实，在我们的北区还有好几个，其实就像碧纯姐说的，活动中心其实是很多里都有需要，都在争取哈，尤其都希望说，有一些长照的功能可以协助长辈啦，有一个好的照顾，尤其现在我们这个老龄化人口越来越多，所以透过因为前瞻计划有一些经费哈，所以我们有这个廷飞委员在中央哈，其实不断的为地方来争取哦。那所以很开心的就是，包括我们在北区，其实就拿到了很多的计划，目前都在进行当中。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大和社区活动中心啊，其实就怡珍跟廷飞都是住在大和里呢。那过去其实大家都会说，我们这个里面有立委有议员，怎么都争取不到一个活动中心哈，因为其实用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除了经费以外，用地是个很大的问题哦。那刚好旁边有一些重划啦等等，终于土地有在我们的公园这边，大和公园这边，这个土地有一个解决之后，用多目标去做一个新建哦。那目前在中华北路，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说已经在新建当中哦。那未来这个大和社区活动中心，我们也期待说它是多功能的哦。当然，这个中央的计划确定之后，怡珍也在议会就跟市长在这边做建议跟咨询哦。因为这个地点刚好在中华北路上，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地点哦。而且在市区里面，你要找到说可以当这个亲子悠游馆的地方已经很少了哦。所以在大和社区活动中心这个地方，我们让它其实1楼是活动中心，2楼是长照据点，3楼我们更让它是成为北区是第1座的这个亲子悠游馆哦，就是让所有的爸爸妈妈就一个遛小孩的好地方哦。那当然这个当然有中央的经费，也要感谢市政府这个经费的支持哦，所以让我们这个地方真的现在在新建当中，明年可以完工。不久的将来我们其实就有一个大和社区活动中心呢，不管是可以照顾社区，让社区的居民可以活动，可以让有长照的功能以外，更重要的，我们也让北区第1座的亲子悠游馆可以到位哦。那就多了一个，因为现在的爸爸妈妈除了带孩子去特色公园以外，其实也很需要有室内天气不好可以遛小孩的好地方，所以这个亲子悠游馆它就在室内哦，所以就期待说，未来这个北区这个亲子悠游馆好了之后，也可以提供给爸爸妈妈有一个更好的带孩子去走走晃晃的好地方哦。那其实包括这个以外，其实包括我们在正觉里活动中心其实它过去也是就是比较老旧了，而且早期其实它的可能没有取得一些相关的执照那所以后来争取到经费，那目前也就是拆除重建所以正觉里活动中心目前也已经动工了那包括我们在中华北路还有一个华德社区活动中心那也是透过委员在中央争取让它可以成为是
日照中心。那日照中心就是让长辈像上托儿所一样，你白天上班送长辈去，然后晚上你就是下班，下班你就可以把长辈带回来，那你也不用担心说在家里没有人照顾或没有办法吃饭，或是在家里会不会很无聊？对啊，那就是去让我们的长辈去日托中心哦，就可以让他们让他们很方便哦。那还有我们的深爱社区活动中心，其实就是刚好跟我们刚才的这个钟楼里这个长照创意整合型服务据点是一个结合，也是一个创生的计划，也是希望说能够照顾好地方的长辈，因为这整个就是一个长照的廊带，所以在深爱社区活动中心就也争取到了这个经费，也核定了。那目前在经费上已经确定了。那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的工程都会遇到一些发包之后都会有一些经费不足的问题，因为现在原物料上涨问题，所以也都持续的在跟相关单位争取不足的经费一定要补足，然后让所有的工程都可以如期如质早日的完工。哇，所以大家看一看这个在长照啊，然后活动中心方面真的争取了很多哦。想要看详细一点哦，你们就是网站上面都可以查得到，没错，争取到非常的多，太多了，很难一次讲完。对，没错。那另外刚才呢，怡珍一开始也有在讲到说，细汉伫萨嘎利巴亚，然后可能有看到这个淹水的问题，所以其实呢，跟民众最息息相关的，可能就是道路交通啦、淹水啊、治水的问题。这方面呢，他们就是立委跟议员联手也做了很多。让我们台南市的淹水问题解决了很多对不对？对，我想淹水的问题那因为从自己住的地方出发其实我住在大港寮啊那就是大港寮就是在好市多旁边我们在大河里啦、大丰里啦，然后大港里啊，就是贤北里这一带其实我记得在88风灾的时候，其实我们那边是水淹1层楼，然后还是有救生艇停飞那时候还坐救生艇去跟消防队去帮忙送给附近住户这个便当哇，所以那时候当时是会水淹1层楼的状况那当然我们自己长期包括爸爸、姐姐跟我长期在那边，那我们其实很努力的，其实就是要解决地方淹水的问题尤其只要淹水的时候，我们其实就会跑到现场去那其实有时候民众其实很多情绪，然后就会很责备我们，就觉得你们在这边，然后你们怎么都没有办法解决。对，那所以我们也就一直努力，所以在停飞可以到了中央去担任这个立委之后，他马上就争取到这个文献抽水站的经费。那抽水站做好之后，其实还是在淹水，因为不是只有抽水站就可以解决问题，还要有相关附近排水系统的改善，它才能够彻底的解决。所以在怡珍在地方也配合很多这个排水的这个工程的经费的争取，然后终于到现在，我们最近几次，其实你看到说有大雨的时候，过去其实或许我们都会在影片里面，或者是我在看这个水利局的报告的时候，台南易淹水区域的部分，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已经都被拿掉了，已经治水成功了。所以我就觉得，对于地方来讲，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努力的一个轨迹啦，那也可以解决地方问题。那包括其实在解决这边之后。我们的对面，我们在好市多旁边，好市多对面就是5分局，5分局附近其实还是很会淹水。那我们也是一直不断的努力，想说到底什么原因一开始把水沟改向，改了之后呢，还是在淹水因为整个水系没有接好所以还是在淹水。那后来想说到底怎么办？因为那边从大概292巷一路到可能618巷那一带文贤路，其实当时都很会淹水，然后水沟也改了，都重做了，那还是都没有办法解决。那后来他们就因为过去他们其实是走往运河的方向，那其实后来想说这样走可能真的太远，永远都在追步后来就把它改往这个北安抽水站，那就是要变成从文成路做一个箱涵过去。那其实也花了不少的经费可能2000多万，可是也是担心说到底能不能成功。可是试试看结果还好，也真的治水成功了。包括我们文成里这个地方，其实现在透过这条箱涵重新施作之后，现在也真的不会淹水了。所以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我们就可以帮大家解决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问题，跟民生息息相关，让大家可以免于淹水之苦。我觉得这个是政府的一个责任啦。那当然
还是有些地方还是会在淹水但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关注，包括在我们的长荣路跟公园路口这个地方，其实大概大雨来都会一直淹水那其实之前我们也一直在就争取经费啦，就是说那怎么去分流去解决，让它水量少一点，是不是比较不会那么会淹水？那分流工程当时可能流标了可能7、8次，那好不容易发包出去了，好不容易完工了，结果我们最近一次的大雨，它还是没有那个挺过那个测试，还在淹水。那我们当然还是要持续去跟水利局，去跟公务局去沟通，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对，还是要去解决。那包括刚才有跟大家分享的，这海岸路中正路口这个也是。那包括我们这一次，其实在民权路、临安路这附近，其实附近的居民过去不到淹水，但是其实最近这一次的急雨，那个地方是水淹得很高，好几10公分，然后很多民众说上一次淹水可能是5、6年前的事了，为什么还会再淹水？因为是一个平常急雨来不会淹水的地方那为什么这次会淹水？那当然他们可能是不是民众就觉得是不是可能市政府说可能是因为涨潮的关系，那民众说这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的角色其实就是要求市政府，你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检讨，找出原因，然后怎么去解决。因为对民众来讲，你买我盐水的喝啊，我其实不管你怎么做嘛，其实怎么做都是政府的责任啦。怎么去找出这个原因，然后解决？那这个部分目前就是因为这次的淹水，所以有一些相关的改善的计划，目前就是还在施工当中。那也希望说，做好之后可以让大家可以免于淹水之苦啦。我想这个是我们是一直在关注。那从我们自己的地方，从很会淹水到不会淹水，我们知道说其实治水绝对有效，但是有时候没有办法一触可及，它需要时间，需要时间去施作。但是我想，只要努力持续关注，一定可以解决。对，真的呢，全台各地每次只要一下雨，很多县市什么地方就是大家就是讲淹水问题。那台南市呢，就是说刚听到怡珍所讲的，那有很多地方淹水呢，立委陈亭妃啦，还有议员陈怡珍呢，已经都帮忙去解决。那有些呢，可能是需要时间，还需要，但是他们有持续在努力当中好，所以怡珍其实你一直都是在教育文化委员会，对不对？你就是对这方面比较就是说想要投入更多的关注，虽然有时候可能抽签会很难抽。对不对？所以在教育文化这一块呢，其实她们姐妹俩非常重视那在日前又办了一场这个泡泡派对，那个很受欢迎，很多人说要报名，都已经报不进去。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泡泡派对是怎么回事为推展亲子休闲的活动，立委陈亭妃结合多位的议员和候选人，举办亲子泡泡派对的系列活动。第一场10號下午，伫個水碧灣公園內頂場。吸引上百隊的親子報名參加，有一寡未赴報名，主辦單位因為不忍心看到囡仔來失望，嘛開放後補，讓每一位小朋友攏算甲真歡喜。今天我们就希望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来做一个选举活动，不是都是这种造势活动啊，然后很多大咖来讲话。我们希望说把这样的舞台给我们的孩子，给我们的爸爸妈妈大家一起来玩这个泡泡秀。那今天我们就是会有泡泡秀的剧场，让大家可以来看看很好玩的泡泡以外呢，待会还会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呢就可以亲自去体验我们的泡泡活动，相信大家都会玩得非常的开心。亲子活动可以带动一些现在社会上不同的选举氛围因为家长跟学生还有小孩是我们正在努力是因为我也是一个两个孩子的妈妈为了小孩子的下一代，我一定要努力一点为了我们下一代的着想。这样，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都关心我们的下一代，到底他可能在假日的时候要去哪里玩，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就用一些选举活动改变一下，然后把它变成是一个很轻松的亲子活动。那其实，在之前我办菲菲姐姐的系列活动，其实得到地方大家很支持的力量，所以我就跟丽晶还有怡珍说，那我们也改变一下，真的政治其实可以不一样。那我们让爸爸妈妈知道谁在关心教育，谁在关心文化，让他们知道谁是真的，他们可以寄托投下这一票的人。现场除了泡泡达人展现高超的技术，立委甲议员候选人嘛摕到各式各样的泡泡机道具，甲小朋友算甲真欢喜。
透过泡泡机甲道具，变化出各式各样无同的泡泡，现场趣味十足。用趣味的活动融入人群，嘛，互这场的选举嘛会真温馨来融入亲子之间，得到人民的认同。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哇，我们看到这个泡泡派对的现场，这泡泡多到哇！看起来我自己都很想去玩，因为一般我们吹那个泡泡都一点点小小的，哇，这么壮观哇，难怪啊！所以其实呢，会想到说要办这样的活动，那么多人去参与，因为现在是亲子要一起去活动，这时间跟地方都没有，然后办这样子真的增进亲子之间的关系，对不对？所以好，那就这一点的话，我们来谈一下，就是怡珍其实在教育文化方面是非常的尽力的哦。是。那我想刚刚看很好玩泡泡派对哦，我想我们自己都玩疯了，因为真的觉得很好玩，而且很梦幻哦，而且有这个泡泡机啊什么，真的很好玩哦。所以我们这选举哦后期还有陆续还有一些泡泡派对哦，都很欢迎大家，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而且我们觉得，这个选举哦不应该只是很生硬的那种传统的造势活动，都是大人在上面讲话。我们希望把这个舞台给孩子，让孩子玩得开心哦。那是啊。怡珍大概进入这个议员第12年哦，其实大部分的年份都是在这个教育文化委员会哦，其实关注教育哦。那有时候因为这个抽签抽不到，因为教育文化委员会很热门，也是大家都会想要抢进哦，所以有时候不一定可以顺利哦。但是我想都是持续的在关心教育的这个议题哦。那虽然自己没有孩子哦，但是就是把大家当成我们的孩子哦，而且也知道说投资下一代哈，就是我们国家有竞争力最重要的一个方向哦。所以也希望说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学习啊、成长环境哦。所以也很努力的争取很多经费哦，因为其实孩子在学校的环境很重要，其实就是经费哦。那包括一直在关注，就是说班班有冷气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发现说，很多市区的学校哈，有些家长会他们给学校一些 support 资源，那他们其实就有冷气可以吹。可是有些学校他们家长会资源没有那么多，那他们其实或许就会在很炎热的情况之下要来上课哈，所以就希望说，能够让孩子都在有冷气的环境下上课哦。那当时也是不断的在议会跟市政府教育局提出质询啊、建议啊，跟市长建议，其实都一直经费都是说是经费的问题哦。那后来当然我们的行政院也看到了，我们的蔡英文总统也看到了，所以从行政院来推行班班有冷气的计划，就是从中央来给钱哦。所以在今年在现在，我们的孩子只要超过28度，他就是可以吹冷气，有冷气的环境下上课哈。因为尤其我们台南真的特别的炎热哈，所以如果说真的在很炎热的环境下上课，真的很容易会心浮气躁哈。所以从今年开始哈，我们的孩子其实4月份开始，其实就在只要超过28度就可以来开冷气，然后就可以在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的环境哦。那其实包括在学校的经费哈，其实林林总总其实有大概整理一下，林林总总很多，其实很多学校不管是校舍啦。校园设备啦、跑道啦、操场啦，或者是乐器啦等等这些经费的争取，其实大概有超过3.8亿的经费哦，就这么多年下来啦。但是主要像学校的操场哦，比如说大港国小啦，或者是协进国小啦、建新国中、明德国中、中山国中还有延平国中等等，就是这些跑道操场的这个改善因为其实跑道第一，孩子在里面上体育课啦，在那边奔跑，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安全。同时，这个跑道操场也是很多社区民众平常会去运动的地方所以期待说，让这些环境更好，也是提供给我们的孩子、社区民众能够有一个更舒适、更安全的运动环境跟空间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努力争取那当然。在地方经费有限的情况之下，那很多经费其实也是停飞从中央去争取下来，所以就透过中央跟地方大家一起努力那也是希望说能够让孩子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学习成长跟环境那当然长期都在教育委员会，我们也关注这些很多教育议题啦，那包括最近刚开的这个关于代理教师的聘期啦，我们在台南我们就是只给我们代理老师可能只有10个月聘期，但是别的县市人家甚至都已经列
连云林都已经给足了这个聘期，从今年开始，然后包括我们看到说，监察院还纠正台南说，没有给足这个聘期，其实都影响这些老师的工作权益等等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很多的这些议题，我们都在议会持续的关注，那也希望说能够给台南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环境。哇，所以呢，一里杂当来真的争取太多了，尤其我觉得议员跟立委可以联手的话，争取的经费更多，可以做的事情又更多。没错，真的。好，然后这一次呢，其实我们在这个选区第8选区，总共有10位候选人。是。好，那怡珍抽到3号，对不对？已经抽到3号。那一选呢，就是选6位了哈。那么这次民进党提了4个，国民党3个，另外就是无党跟其他的政党，有时代力量，然后有民众党，还有无党。对，真的竞争很激烈。好，那就是日前的那个 Thank You 哥啦，对啊，然后议长郭信良啦，还有这个必比登唯一入围的厨师都来挺怡珍第二，咱来看一下，要不要挺怡珍来一下。台南市北区中西区议员候选人陈怡珍的竞选总部，20号上午正式对外来亮相，包括立委陈廷辉、Thank You 哥陈柏惟以及这位议员甲候选人拢前来徛台。现场吸引上百位的支持者到场小听，每一位贵宾都扮成总铺师，并且邀请必比登唯一入围的总铺师大头师来拍糯米，用欢喜的心迎接竞选总部正式对外。非常感谢咱的上有人气的咱的 Thank You 哥陈柏惟特别来甲台南甲怡珍加油怡珍非常非常的感动嘛希望讲会当坚持着咱 Thank You 哥的这个台湾精神继续为台湾这片土地来打拼嘛感谢着咱的总铺师是咱的米其林必比登唯一推荐的这个大头师今仔日嘛特别来拍这个韧性卤面咱知影讲咱伫咧府城拍一个糯米是咱喜庆的时阵。一定会准备来分享给咱的亲戚好朋友所以今天咱的 Thank You 哥来这个台南，咱一定要拍一碗上好吃的糯米盖来分享。咱这碗韧性卤面就是有包含着咱中国所打的这个农渔产品，咱的往来石板顶顶相信食这碗上有台湾味的这个韧性卤面做伙来挺台湾，爱台湾上重要是10月2日嘛是爱拜托大家由着咱的单片委的推荐，唯一支持陈怡珍，拜托大家。虽然陈怡珍的竞选总部还未正式成立，不过上午的活动包括议长郭信良、议员陈秋平、蔡旺全、周丽珍、加吴同良拢到场来祝贺，并且甲议员陈怡珍现场示范拍糯米，用台湾味往来甲石板来入菜，象征台湾的韧性。看到怡珍的资料，我足佩服伊的，做一个议员不管是伫议会。伫政策服务以及伫地方的基站拢有相当的用心我感觉这是一个真优秀的人才。那另外一方面呢，我看到韧性这2个字因为咱国防外交委员会我想这两个字讲到台湾的现状，就是讲咱要做人嘴来保袂烂的肉，安尼人会配出来啦。所以不管是台南作为一个韧性城市，以及台湾作为一个韧性的国家我想伫定委委员甲怡珍议员的身躯顶。拢会当真清楚看到这种特质。那第3方面当然是听讲台南的这边的拍糯米是真正袂歹食啦。那另外，伊这往来甲石板拢真有意义，所以呢，我想参加这场真有意义的活动，也是做理所当然的代志。用咱在地往来，除了咱增加伊迄个凤梨酵素、伊的酸甘甜、伊的滋味以外，搁加龙胆石斑甲切的，甲加伫内面烫烫的，然后它的。糯米内面的汤底，佮有加迄个鱼汤的鲜甜度，所以的鲜甜度、鱼肉的鲜甜度，佮加往来迄个酸甜度，非常的适合一个龙胆石斑一尾可能有780斤的龙胆石斑，伊的皮下脂肪非常丰富，你食的时阵你当食咱的 QQ 脆脆，袂软烂，就想要坚韧的那种个性，愈食愈有迄个滋味，佮加上咱的。迄个蒜头啦、盐水啦、葱珠这个物件去增加这个糯米无同款的气味重点是象征这个意义。陈怡珍强调，选战剩无甲40天，感谢Thank You哥陈柏惟甲大头师的全力推荐，竞选总部预计11月6号的成立，未来也是会发挥一步一脚印、苦干实干的精神，
希望早予民众上优质的服务甲问诊的品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哇，要找到这个3Q 哥跟这个哇这么棒的一个厨师不简单，佮给你拍出很特别的卤面，所以呢变成台湾味的陈怡珍呢，是今天就感谢这个陈柏伟3Q 哥啦，哈，就有人说因为可能3Q 哥来站台，所以我又抽到3号，都可以跟3有一个连接，然后山珍海味，对，又吃山珍海味哦。那其实很感谢这个，其实陈柏伟就是很坚持台湾，做台湾意识的，所以来沙田怡珍啊，包括咱的大头菜吼，这是咱米其林必比登吼唯一推荐的这个中埔菜吼，咱大头菜啊，伊嘛真正是伊个讲这是第一道吼，甲咱的进礼如徛台吼，把它第一次献给我，我也非常的感动吼。啊，还有真济啊，我包括咱的议长啦，还有真济我议员的同事吼，拢来甲现场吼，啊个现场还有阮真济吼北区的，包括里长联会这个会长，跟真济咱的里长伯吼，大概有80%的这个北区的里长都来到了现场哦。那还有很感谢现场的民众哦，因为那一天其实是因为我的竞选总部成立，我竞选总部是设在这个中华北路2段140号这个地方，也欢迎大家来走走啦，来赶快11月6号，11月6号上午9点半要成立大会哦。那前几天这个活动哈，其实是一个暖身，然后让大家知道，所以就是找咱附近的吼，咱附近的喝迄个厝边头尾吼，这会来闹热一下啦吼，所以就拍一下卤面。大概老热节吼，那11月6号上午是我们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真正是邀请大家吼要呼朋引伴吼，一起来帮怡珍加油，然后来支持上有这个台湾精神的这个陈怡珍吼，所以嘛是爱邀请大家吼，刚就感谢。我们就呼叫一下我们的这个邻居啦，哈，大概厝边头尾的拢来给怡珍加油哈，也很感谢大家哈。那我想这个韧性卤面哈，其实这就是因为今年这个蔡英文总统这个国庆演说，伊就是讲，让世界一个更较好的台湾哈，韧性之岛，韧性国家哈。那我想怡珍也是充满韧性啊，那坚持台湾的精神，那我想也希望能够继续坚持着咱的自由民主啦，哈。当然，伫我的政见内底哈，其实嘛是有这个。为台湾迈向国家正常化的10项主张吼，其实我也纳入我的政见里面吼。当然，我们除了对于地方的建设、台南市的努力以外吼，咱嘛希望讲对着台湾这片土地，咱个有真侪想要坚持的代志嘛，希望讲咱甲大家分享，所以有放在我的政见里面吼。所以也希望说，能够在坚持台湾，然后坚持为地方服务哈，然后继续来延续这个优质的服务，那继续努力啊，当然。嘛是希望讲，乡亲时代当好怡珍有这个机会哈，在1月2日哈，这个北区中心区好朋友这个神圣的一票哈，能够让怡珍继续有这个机会在议会为大家服务打拼。对，所以其实这一次哈，你们那个区10选6，然后很多人认为说哇，怡珍好像票都冲很高，有没有什么话跟选民讲一下？曾经哈，可能曾经真的都票冲很高，那其实在顶一庄哈，其实大家这个分票的这效应之下哈，其实是一定是在中段班的啦哈。那当然，如果大家觉得怡珍很认真，但是却没有把票投给怡珍哈，觉得怡珍是个可以为大家服务的人选，但是却没有把票投下来的话，那有可能分，那怡珍就会没有机会为大家服务了啦哈。那因为这个也不是。因为再怎么样哈，其实选举真的都很难说哈，永远其实都有很多的意外哈。但是只有需要大家坚定的支持哈，怡珍才有这个机会继续为大家服务哈。所以11月26号也是要拜托我说北区、中西区的好朋友，如果觉得这怡珍很努力、很认真，那就请把你的选票投给怡珍，让怡珍有这个机会继续为大家服务哦。那我想我已经进入第12年了，那我想碧纯姐也见证我一路走过来啊。其实很多人就是跟做怡珍，其实就坚持初心，我其实没有太大的改变哈。对，真的，这个我可以见证。很多人觉得换了位置，可能就换了很多的样子。怡珍没有，我12年来我就坚持初心哈，永远其实就是希望把事情做好，把民众的服务做好，就是坚持这样的心情哦。那也希望能够得到我们北区、中西区所有乡亲好朋友的肯定哦。那把这个神圣的选票投给怡珍，让怡珍有这个机会继续为大家服务打拼。
对，这10几年来，我真的是见证怡珍啊哈。然后他呢有没有改变？有，他变得更认真，然后服务更好，态度更好。好，那今日感谢怡珍到咱节目当中，谢谢怡珍，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好，那么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市民形象》这波底价个一段了，咱再会。